大个所在靠人改，要唔可能人家咧到底无改，到底是改就改得。我为了改来说，只要袂使做，所以咧，那个袂使到我爱这边打钱嘛，啊多接近的地点，多接近，多接近经济，那个是地嘛，所以咧，啊老师就讲啊讲，有理我骗天下无理，寸步难行。哎，这个讲是改哦，但是我感觉是当我骗天下无理。那人在心中啊，哦，他标准都好，那些我不该应该的我就没有。啊，所以咱这做人就是来讲，心平和乐世界，所以这重点就是讲爱意来世界嘛。再来就是爱会当换心，花心啊，这心爱换出来。那怎么讲？爱关心嘛，应该关心，哦，要查就是要关心。但现在经常关心，这心都发不出来，啊嘛无够咧，啊嘛袂使咧，啊将来都爱发心。即使发心是我们现在就按照动力的来源，要发心。大家我们去关，当时有道理来说，讲追求，造不求，你不那个。你这个是蛮多的，就来讲嘛，因动力就来源，这个是环境啊，但是叫做业力，所以为解诸佛萨吉凶，因拢都是因大的这个环境，所以来讲业力越大，它的力量就越大，哦，业力越大，力量就越大，哦，所以为讲讲第六是谁关，天地有，咱讲这种谁关，基本的。我一直来讲，现在老师来讲对，咱做老师来讲，讲咱若做有心想要办，上天绝对留一个为菩萨。咱若做有心想要修办，咱绝对留一个为菩萨。好啦，讲啊，都有想要做哦，这个爱做花，今天我们在修办到过程当中。咱就去做众生的福报了。啊，有在讲做众生的福报啦，你看去做众生的那个福报。当你办我的方这个建议的时候，用福报按中来办。哦，但是就是这个建议的内容非常好，提高什么的，提高我们现在的情况。因为我们是过程当中体力，该一些的大家这个可能肌肉呀，那会，这东西我们相当机会来。